大家好，我係周醫師。網上有個綽號叫做痛症達人嘅，專注係醫痛症斷尾嘅。選擇 Capstone 72咧，主要都係因為相信佢老闆啦，阿 Bonnie 咧，亦都係我商業課程入邊嘅同學。咁透過認識咗佢幾個月之後咧，就都認同佢嘅為人，咁所以我先會咁大膽係隔山買牛，買咗個美國嘅物業嘅。交易個過程咧就有問必答，咁我有好多心中嘅疑慮咧都解答到我，咁所以咧就都係順暢嘅。原身我買嗰個單位咧就係一個複式單位嚟嘅。點解要揀複式咧？就因為有2個租客可以收到2份租，咁個回報咧就都滿意嘅。買嘅時候咧個單位本身係好殘舊嘅，咁亦都係因為有 Capstone 72咧願意幫我執翻靚佢，可以出租到，我已經收咗7個月租金，係對應到佢哋嘅承諾嘅。一個可以相信嘅 agent 咧係十分重要。咁啊，感謝 Capstone 72嘅 Bonnie 啦，佢俾咗一個好專業嘅講解我，令到我可以用呢個小資本擁有咗一個海外嘅單位。